长官，还有我们电视机的朋友们，以及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是什么乐团？对呀。我们是什么乐团？对呀。我们是什么乐团？对呀。谢谢。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晚上。是的。今天呢会带来我们在早期原住民歌曲非常轰动的一些歌曲。是。这首歌在我们阿美族的歌曲里面，它唱出了我们原住民的热情，唱出原住民的欢乐。是，还有第二段歌曲也唱出了我们台湾的融合。是的。那第三首呢，也唱出了我们台湾的美丽。来带来这首我们原住民的迎宾曲，让我看见你们的手。少年撞入山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撞入山，高山长青。少年永不分呀，一世常为这情山川。
谢谢，谢谢。准备了。如果呢，你也会跳，也欢迎你能够随着他们歌声一起来舞动。来，这一首歌叫做《日出东方》。人人把希望里有啥拉萨不记得。 Satu kaku anu papa cemaina Yuna yo satu kaku inama sarikaka maburu di bodano udirang namo akatu bihalatu udirang aku
谢谢。